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的兴达电厂昨日爆炸导火，这个强烈的爆炸震波，是让当地居民话要惊死，掠准是飞弹拍过来了。真侪徛过天棚甲壁堵拢去伤着。在地6个里长痛骂讲，住伫个电厂的周边，都袂输是住伫个火药库的边仔共款。早起，居民小招抗议，提出着诉求，希望会当形成一个安全的居住的环境。 民众聚集伫电厂的门口，大声喊口号点情，情绪激动。你若有天良啊，讲上近咯。是。你敢有迄关心一个？我甲大家讲。你讲歹势上高讲，善良的百姓较得来过这行行的日子。昨日暗时，兴达电厂2号机组发生着爆炸。 附近的居民真不满台电的作为，今日一早起过来表达诉求，因为新起的电厂安全的承诺已经跳票。哇！大清讲啊，这地动啊是讲对方咧拍飞弹咧，结果唔是兴达电厂吼，迄个个爆炸。我们要求全面要停工啊！兴达施工处的处长、高副处长，吼。 拢爱落台。那安全问题，电厂附近的面体对可以听到房间的涂骹甲壁堵拢是必损，可见当时爆炸的威力偌惊人。居民讲，因根本就是生活伫风险中。阮这假生死活的好心的事呢，我惊一个我无爱住在遮啦。面体损害甲真严重。 事发了后，市电会开关，严过客厅的电话拢无反应，这个是1号机组停机的关系。水电来看讲，伊这个有小气啊，这间会有小气啊，你看房间会倒，迄间会倒。面对居民激动的情绪甲质疑，台电核能会力施工处副处长出面安答，答应1礼拜内会有一个结果。正式甲你回一个文，好不好？我是要求讲吼，莫回文啦。看阮这住民，大家面对面来一个说明会啦。电厂熊熊爆炸，如今正做附近居民的噩梦。因敢若希望会当有一个安心居住的环境，莫阁发生这个代志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